当然也是如何有机会看到动植嘅花同树的树。不过可能唔知佢係乜嘅名啊，研究咗嚟問，很好了。呀，係乜嘅植物？呀，係乜嘅植物？呀，係乜嘅植物？这是什么植物？那比方说，如果是兰花的话呢，他就会回答你说懒拔兰花。先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来嘿，呀嘿嘛给植物。哇，好多花，好漂亮哦！哎，米儿小姐，你该不会是第一次来法师花市吧？是啊，这是我头一拜来法师，第一次来花市啊。刚刚好，我跟你讲，这里东法臭臭，很多花花草草，你可以在这里慢慢逛哦。哇，亚吕法罕讲这朵花好漂亮哦。上围亚黑马给植物，这是什么植物啊？亚黑马给植物，这是什么植物啊？我知道，亚黑懒拔兰花。可以买一朵一缕回家吗？在法师花市，没有人买一缕一朵的，你至少要买一条一颗。这样，既然这么喜欢，我们就买一条一颗，然后顺便问问老板啦，这个后照顾吗？好照顾吗？那你那么懒散的人，根本就不用问好不好照顾好不好？这活不久的啦。照顾花很简单啦，不过就是领拔浇水就好了，又不用什么特别照顾。这领拔那么简单，这学问很大的。像你那么忙，根本没有时间领拔浇花，根本就不用想了。说的也是哦，我可能连领拔浇花都没有时间。那这样好了，我们就看看就好了。复习时间，一朵一蕊一蕊，这是什么植物？亚黑马给植物，亚黑马给植物，一颗一条一条，照顾照顾照顾，浇花淋伐淋伐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分享大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